人工深度修為係以佛經《金剛經》為中心，經文字句喺畫面上一直模糊難辨。當觀眾敲擊嘅頌缽，讓洗滌人心嘅一記敲鐘擊破畫面豔光浮色，喧鬧嘅人聲同埋急跳嘅慾望影像就驟然終止，萬法皆空。《金剛經》原文就從混沌不清嘅狀態瞬間呈現出清澈如初嘅文句。但係澄明嘅時光不長，微幾浮色再現，聲畫再度喧鬧，《金剛經》原文又一次從清澈嘅狀態回復到含糊不明。整篇《金剛經》原文係以蘭亭人工智能書法系統生成嘅，作品記錄咗人工智能模型由混沌階段逐步掌握書法風格嘅整個過程。先展示學習初期嘅混亂字體，隨住敲鐘嘅發生，模型將學習過程急速呈現。當鐘聲漸細，模型就導播學習過程回轉原初嘅狀態。作品以人工智能對書法學習嘅學習過程去寄予人嘅求道經歷。